一名咱的廖教授。咱非常感谢陈定辉、陈友伟吼，带咱入去甲党团国民党的党团来送交这个抗议书。其实啦，这是一个动作啦尔，这是表达咱的意见啦尔。咱今仔日踮咧遮做一款抗议的活动，其实啦，我做老师人吼，感觉足委屈的，足遗憾的，足悲哀的。咱爱安尼做，爱教册，爱研究，爱写论文，啊，落来搁再拜托伊吼，编预算互咱来做救咱的母鸡的工课。啊，咱今仔日踮咧立法院，咱无法度有咱的声音，咱的声音遐尔啊细，去互拔掉。咱爱用这种体制外的方式来甲社会大众讲，我踮咧遮。要甲在座以及路过所有的台湾人讲，咱要救咱的母语，要救咱的文化。咱是人，人爱有文化的尊严。咱不是人爱吃饭安尼尔，咱不是人动物安尼，咱爱有咱的尊严。尊严上重要就是爱讲咱的语言，咱的语言袂使互伊消失啦。对啦，咱的语言袂使互伊消失啦。对啦，啊，若袂使互伊消失，咱爱一步一步来。咱来教咱的母语，咱来考试，咱来表现培养咱的师资，这是上重要的工课。啊，咱这4000万啊尔，4000万啊尔，4000万有甲咱剁掉，4000万是要互咱等于吃少吃力的呢，4000万是要互咱做工课，救咱的母语，救咱的文化呢。4000亿毁灭人民，毁灭外国足几个人安尼咧吃亲。咱就无讲话，4000万比的要求，咱就甲剁掉。啊，但是咱这社会文化知识分子，咱对咱的文化也无关心，咱有关心，拜托的，咱发出咱的声音，甲所有咱这国民党立法委员该抗议啦，该抗议啦，抗议啦 ！OK， 多谢各位，今仔日哦。踮咧遮发出咱的声音，多谢。加油！各位，今仔非常感谢赖清德刘委甲陈志伟刘委的合作。啊，拄则阮座的人，互迄个抗议函要红收了，啊，要互国民党的党团的时阵。因的党团的办公室无任何立法委员在场，办公室主任无在场。阮物件要交会的时阵，阮甲讲，恁才负责任上大对一个无摆的，内底7、8个人无摆的。啊，阮怎啊找一个离阮上近的？我讲啊，无我交互你。伊讲伊唔敢接。我讲真内底无同意啦。啊！我拍开互伊看，我讲内底文字就是安尼，结果伊嘛唔敢接。无打啦！我甲伊讲，我自1993年开始做教育单位，中国人做代志就是用这种错误啦。对啊！我甲伊报告，用我1993年到今啊，甲这中国人对抗的经验。咱4000万要回拢，咱是会成功的。咱要安尼成功，咱莫掠国民党团，咱心内地方掠因上大尾，掠这出卖台湾的台湾立法委员。对。各位若愿意上大尾，因今啊4000万减删掉，是国民党的党团等因啊。也就是所有现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不管是中国人、台湾人，统统反对台湾母语的认证，统统反对。包围阮入了后，像阮高雄市黄兆顺，阮南下来甲包围。咱各位团结，100个、300个、500个、1000个，咱
绝对赢。所以4000万讨会着袂？会着袂着？在咱遮的人是毋是会团结？在咱是毋是会决心？咱若袂团结无决心，咱会互食爽的。大家来团结，第五只出卖台湾武器的人。